若恋虽非你亲生女，你待我啊身边骨肉情，你呀。在夫家弯弯你做两人分，到娘家一句冷言两生人。千错万错心无错，错在你娘家把情头，真是啊女儿有苦娘家来，才知道不是亲生难聚首。婆婆啊，你常正意回家去，媳妇情愿随你走，只可他家都死逼无理你，无事若恋到夜밤。婆婆，你这一个三长两短，这天大的灾祸谁能救？你如此深明大义，叫婆婆我说什么才好啊？婆婆，苍天啊，你还是保佑这梦早日回来吧。婆婆。什么东西？请示姑爷带回来的寿星小姐。婆婆，这是什么给你带来的假信呀？亲家话，你唱。谢天谢地，这不总算来信了。看你们高兴的样子，好像是这个穷孙真的做了状元啦。说不定真的是此大不铁是梦话。母亲，弟弟，快出信，看他说些什么。好。状元升瓜楼，只需要举千潘府。高中状元，我也高中了，不要不高中了，高中了。恭喜！
笑吗？这是他把天色梦话。哎，这是一家人说的知心话。若是我才女乱放这上演早色草，那个好啊，石棚堂。两儿在金庭做官，把事上家不高。亲家母姊妹顺母语，就像高明夫人夫妻那个好，热恋的把是我大哥啊，警察能把我那个了，还有侬姥姥眼里好，再把诚心实意的女婿找。来，当上夸把贺喜酒，亲朋好友都请到，手挽端坐里亲人家母啊，帮我列进300把幸运的呀。你呀，这是王色都是你，还是先去弄点早饭接亲家母去。对，冬梅啊，去把好酒好菜端出来。弟弟，新闻没有念完你。快你。宰相权从令色在。什么？宰相要找她为女婿呀？既日进城贪爱我，有之是贵，贵不得；凡事亲，私气别。别什么？别什么？哎呀，亲家母肚子饿了，侬快去炖早饭去。有什么事？死气别。怎么，你也比不下去了？死气别家。什么？他要你领家他了？真是我生气呀！真是弟弟生气呀！